連戰今次訪問北京呢，係即係我覺得有另外一層嘅意思啦。北京想造成一個嘅印象，就係話甚至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呢，就係宣佈習近平嘅台灣政策係咩嘢啦。嗱，即係以往呢，大家都諗就係，咦，習近平上台之後，佢曾經主政過福建、浙江，然後亦都係短時間留過喺上海。咁佢係一個叫做支台派啦，喺成個中共咁多個官僚層裏邊呢，有幾多個好似佢咁喺工作嘅期間接觸咁多個台灣人嘅？即係我相信係咁多個中共領導人裏邊呢，以習近平對台灣嘅認識應該係最深嘅。咁所以呢，佢上台之後，大家都期望會唔會喺台灣政策上面有咩新動作呢？嗱，呢一個係好多人所期待嘅。咁但係今次嘅邀請連戰到訪呢，已經係宣布習近平嘅台灣政策咩呢？就係胡規習隨，就係咁簡單。即係你見到佢接見嘅時候所講嘅一番嘅說話，大概嘅意思都係話呢，即係我哋會繼續呢一種台灣嘅政策，亦都希望呢係未來呢一種兩岸嘅關係呢係繼續向前走。嗱，呢一個就係佢嗰個信息，同以往其他習近平去做其他訪貧問苦啊，去下邊調研啊等等，你見到佢有唔同嘅嗰個用字嘅。今次好明顯嘅就係要承先啟後，就係承接即係胡錦濤時代嘅兩岸政策，然後啟後呢可能就係政治談判啦，我唔知啦嚇。無論係胡錦濤定係習近平咧，都冇提到就係話要推行政治談判，只係連戰自己講出嚟嘅。所以我就係話呢個係究竟北京受意嘅呢？定係話阿連戰其實已經係聞到嗰陣除啦，知道呢樣嘢係必不可少嘅一個動作，甚至有可能係馬英九餘下任期裏邊係喺習近平上任之後要進行做嘅一個動作呢，係一個示警嘅啦。呢個就可以大家去探討啦。我想呢，連戰呢很明白呢他自己的角色。他如果呢這個沒有大陸的邀請去北京，那麼呢他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他沒有什麼閃光點了。那麼正是因為呢他這次北京之行能夠見到胡錦濤，能夠見到習近平，那麼呢他的位置又重新提高。實際上他心裡很明白對方是需要什麼，所以呢他才說出來呢一個中國，兩岸和平，互利融合，振興中華這16個字。這16個字呢在台灣引起非常大的爭議。可是呢這個相對來講呢，習近平見這個連戰的時候呢，他沒有呢是釋放出更多的信息出來。係啊，按照中共18大報告裡面說呢，要探討兩岸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所以這裡邊呢就有兩個詞呢，至今呢學術界啊，或者說研究兩岸關係的人都很關注。一個呢就是尚未統一，什麼叫尚未統一？第二呢就是特殊情況，什麼叫特殊情況？這個呢恐怕呢是屬於兩岸關係的學者啊，他們所關心的，實際上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兩岸呢互不承認這麼一個事實。但是呢習近平呢沒有呢設法推動政治談判啊，什麼兩岸軍事互信機制啊，這些他都沒有說出來，他只說了一個東西，就是說兩岸共圓中華夢。這個中華夢呢當然說就是一個中國的概念，所謂嘅叫做咩振興中華。就是呢和他呢在上任中共總書記之後呢說呢中華民族重新的興旺啊是一脈相承的。所以呢我認為呢習近平呢對台政策啊恐怕還沒有出現，或者說呢並不清晰。這次呢連戰的北京之行呢從形式上大過內容，但是呢連戰呢揣摩到對方的這種心態啊，所以說了這16個字。所以何以問我就係我自己覺得呢，即係連戰喺北京之行裏邊呢，我覺得展現好多嘅私心喺裏邊嘅。即係私心包括就係話隨團嘅係有個連公子啦，即係個連公子好明顯佢就係想用嚟提振佢嘅人氣啊，甚至係傳承佢所謂嘅一個嘅兩岸政策使者，或者兩岸詮釋北京嘅一個咁嘅中間人，有一個咁嘅角色裏邊嘅。嗱，點解？因為咧台灣嘅政壇裏邊，連勝文即係連戰嘅公子咧，一直都想打入國民黨嘅權力核心。第一步想參選台北市長，呢個係路人皆知嘅啦。郝龍斌出年嘅時候就要退任啦。連公子咧想參選，嗱，呢一個係喺台灣政壇裏邊公開的秘密，但係馬英九唔同意。馬英九咧有一個即係佢自己心儀嘅人選啦，呢個人選就係江宜樺，即係一個大學教授嚟嘅。
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即係連公子同呢個嘅馬英九或者連家同馬英九嘅關係其實呢係處於一個比較緊張嘅狀態嘅。咁點樣能夠令到連戰嘅公子成為一個叫做即係候選人呢？咁喂，你就要提振呢個人氣啊，造成一個甚至係有一個氣勢要壓翻住即係馬英九或者係國民黨中央。我覺得有一個咁嘅諗法嘅，所以你見到。佢為咗要提振自己同埋呢個嘅連公子嘅人氣呢，佢就係要做好多即係甚至係討好對方嘅説話嚇，繼續自己成為即係喺兩岸關係上面扮演一個舉足輕重嘅角色啊！我覺得有呢一種嘅心態喺裏邊，所以你見到佢講過翻句説話，當然佢講過咩台灣係麻煩製造者啊，喂呢一個係好明顯就係針對陳水扁嘅啦，即係佢兩次敗喺陳水扁上面，陳水扁就係搶中共嗰個説詞裏邊就係一個喺國際社會上面嘅麻煩製造者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有呢一種既係打陳水扁又係討好北京嘅有一個咁嘅態度喺裏邊嘅。尋日係228事件，面對一個咁嘅即係兩岸嘅新嘅關係嘅時候呢，民進黨同埋民進黨嘅核心人物其實都有一啲嘅回應嘅。咁翻轉頭網絡香港228全頻道呢係繼續串進網絡，歡迎留言 ，QQ 編號1284896191，賬號名稱串進中國事，中國事，全球華人齊齊串。